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天气真寒，今仔日上低温伫新竹县西，干那3.9度，下回到拜一料到100可能不到10度，大家都爱穿好少。乌克兰攻击。罗西亚攻击乌克兰，反击普丁干涉空袭，嘛攻击基辅，造成4个人死亡，大规模失电。来关心天气，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降温的影响，今仔日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县西，干那3.9度，而且提醒乡亲，今仔日暗时啊，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会到位，所以为下昏到拜一透早，料到100可能无到10度，天气真寒，大家都爱穿好少。透早后环山公路武岭路段就出现塞车，交通大拍夹，因为拄到拜六礼拜不少民众塞车上山，想要看落雪美景。我们从桃园出发，然后是7点半，然后我们还去台中吃了面，然后才过来。会不会冷？超冷！不会冷。气象署表示，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拜六各地透早真冷，早起10点半，针对北北基点八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拜六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竹县西只有3.9度，苗栗就叫5.2度，全台低温排名前100名，拢伫10度以下。台北市干道甲台湾大学车站低温也拢比10度低。气象署预告，拜六暗到后礼拜一透早，有望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那明天的清晨的话，在苗栗以北跟宜兰还有金门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天气继续冷，民众也关心，敢是有低温假会当放。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假上课作业办法，2016年霸王级寒流来袭的时，桃园宜兰等山区学校因为积雪停班停课，2024年寒流，草山等地学校也因为落雪宣布放假。劳动部提醒雇主爱采取防护措施，加保障劳工伫低温之下工作的安全。怎么样去保护劳工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下不要受到冻伤，或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特别受到照顾。气象署表示，拜六日时啊，气温有淡薄回升，也毋过暗时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入南。到时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偏冷，其他地区早暗也偏冷。若有水汽配合，后礼拜一暗到后礼拜二，中部1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蓝山落雪机会。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后礼拜六可能有热带扰动形成，也要继续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天天气寒死时，心血管疾病较会压起来，所以病院用血量嘛得咧增加。不过天气冷嘛影响民众捐血意愿。目前全台湾血库是拢欠血 ，A 型甲 O 型的血是欠上济，尤其是新竹的库存敢若剩5天，希望民众会当倒捐血，帮助别人嘛是救人的性命。拜六透早，温度上低所在，伫新竹县西，敢若3度9。全台湾天气冷叽叽，影响到民众捐血意愿。捐血中心指出，新竹地区血库安全库存应该要有7天，不过目前库存敢若剩5天，希望民众赶紧来到3天，解决欠血问题。气温直直落也让我们的血液的库存量也跟着直直落。其实目前的整体的各个血型的库存量来说，我们的 O 型跟 A 型是最缺的 ，O 型只剩下4天。A 型只剩下3.6天，这样子的一个库存量，对我们的医疗用血的供应来说是相当的吃紧。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热心的朋友们，还有一些企业团体，能够在春节前1个月，我们的捐血日的期间，能够协助我们来募集更多的医疗用血。由台大 EMBA 所发起的全球捐血活动，拜六早起伫新竹举行。将经济部长郭志辉摆来到现场，伊讲捐血是当互人感觉快乐的代志。这个是令人这个快乐的事情嘛，链接全球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们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新竹捐血中心指出，天气寒，佮加上特别过年啊，全台湾的血库库存其实拢有出现欠血状况，呼吁民众赶紧去捐血，帮助有需要人渡难关。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寒，真侪人窗仔门是拢关到目睭睭。高雄有一个血压死的人一氧化碳中毒，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初步调查，那亲像是因甲室外型的热水器安伫咧室内，通风不良，才会发生意外。
4台救护车到这大楼社区紧急救护，因为得到通报发生一氧化碳集体中毒。男性约28岁，第2名女性约27岁，第3名男性约5岁，第4名男性约5岁，皆意识清楚，头晕，由救护人员处置后送医。这意外发生在高山区一个社区大楼，侧边透早，妈妈要叫车，2个5岁到6岁囡仔起床，发现2人昏迷无反应，爸爸妈妈感觉头壳晕，妈妈赶紧报案，好在送医了后，4人拢无生命危险。社区管委会赶紧公告，提醒住户都要注意。他只是写说1月8号吧，晚上有人一氧化碳中毒，然后今天要宣导这样，有找消防队还是谁来宣导，就是使用的那个状况。热水器点头提醒，室外型热水器一定要保持空旷通风。这一家4个人集体中毒初步调查，好亲像是将室外型热水器装在阳台室内空间，佮因为天气寒，窗仔关严，通风无好，互一氧化碳无法度排出。另外阳台若加装通行冷气，也要注意。冷气机它会吸排气，吸完气会把那个一氧化碳吸进去。你如果在里面休息的话，你就慢慢的会昏睡下去了。另外，小台型热水器虽然有强制排气管，应将废气排出，避免中毒。不过，业者提醒排气管会产生热度，曝晒时阵也要注意隔开。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啊，连续低温，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咧开啊，1月中就会大开，真侪民众拢去遐行踏。不过，伫当地因为遐的路较下，本来就禁止游览车入去。不过，昨昏说是有一台游览车违规硬驶入去，结果怎卡掉咧，造成大塞车。即马警方会依法甲裁罚。空气检头一下满山的白，不过并不是咧落雪，是大开的梅花。南投信义乡的梅花陆续咧开，包括土场、乌上仑、红桂岛、甲外边顶梅区，拢已经进入花期。平常时啊，都有不少民众驶车上山赏梅花，不过因为梅区的道路拢真下，交通较会拍夹。山上路窄，然后交汇车要小心，然后车位也有限，所以尽量不要随便路边停车。因为这里路比较小，所以我比较推荐是平日来因为假日可能人太多，这个可能会比较堵塞。真侪民众选择平常时啊上山赏梅花，都是想要避开家己的人流甲车流。不过车口也是有一台大型的游览车，直接就驶入土场梅区，结果伫第一西湾的所在，就卡掉的无法度前进，造成后壁车拢踢到游览车司机啊，想要落车，爱调卡伫车身的梅树树枝，互民众阻止。不大适合，这个路太小。该游览车系驶入信义乡头91线迂回转。该路段为公告禁止甲类大客车行驶路段，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2款规定。警方表示，违规的游览车会当处1800块以下罚金，高记违规点数1点。信义乡梅区目前回放大约6-7成，1月中旬进入赏梅黄金期。若天气继续湿冷，当地梅农有高回放可能到月底。梅农也建议游客较早上山，避开早起10点到下昼2点的人车高峰，以免塞车袂顶袂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情势是各一界加悬。罗西亚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因讲是为着普丁官下进前去向空袭来报复。像是罗西亚嘛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来反击，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几啊10万人寒人煞是无电通用。罗西亚军方位于里海附近的测试场，向乌克兰西部发射一粒真球极音速飞弹，这也是这款飞弹自2024年以来第2摆到历实战。飞弹落点位于沃利夫地区，离欧盟甲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界只差一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罗西亚这个举动是公然对欧洲安全发出挑战。Був знову Орешник, тепер проти Львівщини. Це знову було показово близько до кордонів Євросоюзу. А це, якщо з точки зору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балістики середньої дальності, однаковий виклик і для Варшави, і для Бухаресту, і для Будапешту, і для багатьох інших столиць. 克里姆林宫表示，动用这款性能强大的飞弹，是为了保护总统普廷位伫北部的国社，顶个月互无人机攻击。虽然俄乌否认相关指控，也不过普廷捌几摆讲，真球飞弹飞行速度超过10倍音速，目前各个防空系统拢无法度查落来。军事专家分析，
陆丰安尼做，心理恐吓的成分可能大过实际军事用途。主体大楼严重毁损，也造成一名赶去现场抢救的人员不幸死亡。导致真枪飞弹升空的同时，陆军也对俄国首都基辅发动一连串的空袭，动用超过240架无人机甲数十列飞弹。乌克兰国安局调查员指出，陆军锁定民生基础设施攻击，已经造成战争罪。随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推动和平协议，陆方却一直点出有核废能力的真枪飞弹。搁伫附近欧边边界展现武力，唔但加深乌克兰平民对恐怖攻击的惊吓，也互波兰、罗马西亚等10个国家烦恼发生战争扩散。公司新闻台为您将见讲编译。在地消息来看，高铁通到宜兰这个计划要听候行政院核定。行政院讲，若是顺利，上紧2036年会当通车。不过，地方有人认为讲火车直头的方案较好，所以今仔日伫咧宜兰举办辩论会来讨论。因为作为一个直铁方，对，你方是反开发吗？我不是反开发，我是说必要的征收，人少则少。至于地铁的方案是不是伫反开发？中华书评教育协会七十伫宜兰人故事馆举办北宜新轨道公民书评论坛，除了要请进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前交通部长何振丹等专家，搁请对高铁延伸宜兰议题无立场的辩士，辩论高铁甲地铁的立场。实铁的话，根据估算可以减量3%到5%。大家如果看到上一张图，高铁可以减多少？大概15%到16%。大家就是高铁要多花3275亿，相当于全台湾多花一个人的15000块的消费券。地铁方面，认为宜兰县规划北宜地铁方案比即马交通部咧推的高铁延伸宜兰较好，除了地铁经费成本较少，维修较少，也可避免土地破碎减少厝拆迁。不过支持高铁方认为高铁站大大减少国五塞车问题，而且速度更较紧，载客更较多。辩论的形式，然后也让这个在地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有很多想法可以去提供。那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施政的一个参考。协会希望透过辩论引导民众亲切理解政策的好歹，搁促进社会理性思辨。高铁延伸宜兰案推动进度，各国会已经审查通过咧等政议协定。交通部已经把它补充意见已经报国发会了。行政院政委陈金就表示，行政协调条就应进入工程设计，伊个人有估，那顺利2029年就应动工，上紧2036年应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永建业的土石是会当搁再利用的，不过长久以来常在出现乌白点甲污染的问题。为今年开始，在永建土石的车，政府要求拢爱按 GPS。不过业者讲无相关的配套都直接实施，是上过老草。也那款团是认为讲合法清运、追踪流向是早就爱做的代志。互人违法偷污沙石啊，搁囤入永建土石荒，比两大劫个案引起社会关注土石荒乱弹的严重问题。因为土石荒互看做会当搁用的物质，由内政部国土司管理自今年元旦起，载运土石荒车辆爱装 GPS， 以电子连带申报掌握流向，阻止恶心劫者违规，也毋过建筑业刷叫苦连天。惯起合理，只是政府没有把它整这个配套弄好。GPS 你现在比如有10万台的车，才准3000台，90%几的车都不能载，我们怎么办？装的速度太慢了。对，你再基本上把它装个80%、60%再实施。不动产业者强调，毋是无要监管，而是政策想向公上路。也毋过捌担任过立法的监督市政联盟调集人单椒华指出，立法任内都极力协调爱立管，才有可能将爱流向，避免土石四界乱弹破坏环境。伊质疑，那业者抗拒管理，敢是代表无关于合法清运的？跳脚是没什么意义啊，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那跳脚表示他们都一直乱倒啊，或者是处理不当，不是没有啊，只是价钱比较高而已啊，只是他们不愿意进去处理啊。有业者私底下表示，即马部分土主张收费根本就是乌白画价，计价画价真无合理。像去年底大寮高小跑道中间挖出来废土，迄当时拄着处理费起15倍，废土才会当先放伫学校内。土刷起伫遐真正是高不离三中的吼。
国土署推动的陶石风管理限制，业者批评配套不足，造成因着安尼停工增加成本，高时阵恐惊会转予买厝的消费者。国土署有关表示，政策方向大概拢未变，也提企划方式，短期会协调国营土地、不利用的工业区来暂时放，中长期是希望地方政府会当兴办公有土市场，也是土方调度中心，务实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年高中专业领域的老师是真欠人。教育部去年年底放认可专技老师的制度，只要符合一定的资格，就会当来考。那通过，就会使来教高中。台湾半导体加高科技产业正兴，这几年部分高级老师，尤其是工科类老师转职，在普通高中这2年要招物理化学加自科等领域的老师，一派一摆都招教全。理工科的老师哈，包括护理化学的哈，在那科技大厂的那种机会还蛮高的。我们在比较市区的学校了哈，倒是还没有说要招很久，考的人又变少了。但有些学校是很难的哈，因为它可能位置偏远了哈。普通高中自然领域老师欠人，校长就感觉，因应这种情形，教育部去年底放任原本加拿大高级14个全职老师到普通高中有一定资格产业人士大专老师，透过精选应加做物理化学生物地科生化科技加自然科技这6科的高中老师，任职2年来爱修完8教育专业学分。教育部最近搁发函国大专，鼓励大学教职员转职，专中教理事长高中老师比范进辉，敢若修8学分，无法度包含教材教法、加青少年心理学等核心专业知识。大学跟高中的老师在教学上面差距一定是很大的，所以高中生其实还要有不一样的一些教学技巧。这个东西都是需要这些老师还要再琢磨的部分。中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副理事长、新北市新庄高中校长谢金城宣认为，大学老师有教学能力，应甲大学生互动，面对高中生毋是问题。不过无论支持或接受反对，教团拢表示无甲可能去因即卖大专教职员转职。不过捌伫退场设立大专教册老师会有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有2个少年妈妈为着要互古典乐行入囡仔的世界，因办亲子音乐会、做专辑，甚至去偏乡的学校，用故事加上各种的乐器，互囡仔更较有兴趣。下晡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安怎甲古典乐结合伫咧日常的生活来推动。这是一场专门为6岁以下的囡仔所设计的古典音乐活动。这囡仔就算听无，嘛会当感受旋律内底美好的感受。4年前，由2个妈妈创立的儿童音乐公司，以讲故事结合各种的乐器甲互动为目标，要带领囡仔加入古典音乐旋律的世界。大家都感觉跟古典乐很遥远，可是呢，我们的广告、我们的电影、我们很多的内容里面，其实都是满满的都是古典音乐。我们让小朋友一个让他觉得很亲切的方式可以去接触，他其实离我很近，我很喜欢这个东西。零点爱贝卡是什么意思呢？有个机会，互囡仔甲台语啊，搁这音乐结合做伙，我感觉这真趣味。囡仔愈细汉对这愈有兴趣啦。我嘛想讲有机会吼，互咱囡仔的这音乐的教育吼，为细汉开始。除了市区的演出以外，团队嘛发现真侪囡仔无法度亲身参与，所以因成立行动音乐教室，把因的课程带入偏乡的学校，万倍天才教室甲病院。我是在新义乡的爱国国小长大，为小朋友觉得说他们能够接收到现在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表演内容，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蛮开心。因为我们都会是用合唱的方式来教学生音乐，或者是学母语，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比较传统正规的那种音乐的课程。轻吹一口气。小孩子的学习就是还是需要引进一些资源，才能够拓展他们的一些视野。这群人用各种方式，让古典音乐行入囡仔的世界，或者音乐变作因囡仔时代记忆，化作是养分，为咱台湾的音乐教育增加更较侪可能性。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
下半部的天气，咱做伙来看详细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来看外岛地区13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